你看你大夫了哈，结果你叫分车去的啊，已经归了我了啊，他会不会走路了？不会。你让他笨个啦哈，你让他种也种带鸡牛是家。现在30几了呢，趟趟走了海娘，还不是拉哥哥啊？你妹妹呢？学姐。你看看俺面孔上上么子了过来哈，看见，让俺不来卡看啊，都在拍海呢。哎呦，俺是不能喊，俺是俺不身上吹风风，地干，俺的俺不来吃起来有劲啊，哎的，俺问你啊，晓得啊，人家都侪是用眼睛看，俺不是用心看，晓得啊。哼，这台俺不爱上你啃俺那猪了，猪拉背的不想了哈，俺掉啃的，让俺爸啃的，我爸掉啃的，不一个人啃。康林，我来接，隔壁豆家猪来接，烧个咸菜，干巴菜的。你懂外爸唔当你讲过啊？外公牙齿雷锋的，啊会讲不会讲？啊掉，一日都要吃2嘴，如果来死呢，说这话不会讲。哎，啊这个不会啦，一句大山了，一个。这个一堆粑粑不得了啊！怪不得我刚才闻到一股味道啊！连了3次账，还不来谁登汤？啥个卤蛋？鱼香鱼脆才生活，阿东一把年纪活了更深了。还不可能拿翻过去啊！些人侪是爱上兜的，好，哦哟！你那不呢？来这家香，别不香呢哈！你路走去把阿条门，我还是来找门背的阿姨妹妹搬了海。阿姨妹妹，哎不呢？不干生的，你是垃圾啊！阿姨姐，阿是个，阿不在已经是吧？对不对？那个人呢，吃了胖行当那个么子啊？阿不来那种么子侪不想不咋个？阿是个，菜单里还有粥，上嘴我还有薄，反正你早上只拿白，人家都要到那上上，比他们大。弟弟，上一份看今天开奔驰的哎，啊，踢个大女，哎呦，他原来这个腿踩不到踏板的呢，现在可以踩到了呢。好，这块的他走啊，阿是个，一整个肤白貌美大长腿。你回头来看阿不啊？阿是不晓得个，阿不要这一载，阿是个哈，看来个奔驰真的分大毛，4帮眼狼为属于这张一点点良心。阿不，我礼拜再来看你啊，拜拜。